来喝水。谢谢。感谢靳小天同志配合我们公安局的调查。哎，小陈，哎，麻烦你到传达室帮我拿下快递啊。好的，谢谢啊。没事吧？没事。你身手不错哎。哎，你拉倒吧，我现在都有点缺氧了。那个人我们正在调查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人从上海一直跟到香格里拉来，他背后肯定有个大雇主。那我们要调查这么长线的事情啊，我们这儿的警力和技术肯定都跟不上了，我得移交到上面去调查。也就是说要用很长时间呗。你还不放心我啊？我会盯着的。我的效率你还不知道啊？好受点了吗？喂，老爹，我想跟你聊个事儿。我已经听拉姆讲过了。不是，我想跟你聊的是另外一件事。小何，学会跟领导谈心了，是件好事儿。说。是这样的，昨天晚上我不是为了救李新月，跟他一起躲在山洞里吗？然后我就跟他表白了。不是在作秀啊，也不是在直播。我想我是真的喜欢上他了。既然现在李新月已经排除嫌疑人的身份了，对吧？我跟他是不是可以？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或者你觉得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？小天儿，你跟李新月朝夕相处，作为长辈呢，我完全可以理解。但是作为一名党员，我必须提醒你啊，能不能安全地完成任务，这是首要。一定要把职责放在第一位。我明白，我可以跟你保证，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不会掺杂任何私人感情。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啊！你不要忘记自己的使命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，我马上派人调换你，绝不允许任何意外发生。明白。对了，既然你是这么担心，我也呢跟你聊点别的。我觉得你金小天不管追求什么，一定要主动，不要等到时候后悔。啊？不是你这意思是？老爹我经验之谈，自己琢磨。这次能够成功脱险，真的要谢谢大家。小天，倒上酒，我们敬大家一杯。哎，谢谢什么呀？我们是一个团队，互相帮助是应该的。对，今天大家吃好喝好，庆祝小天和新月能够平安回来。谢谢方姨。谢谢方姨。来，哎，不，那个，这样，方姨啊，你就别让新月喝了。为什么呀？昨天冻了一宿了，我怕他喝酒有反应啊。你让他喝点水，我药都给你买了。哎呦，我高兴。我替你喝。哦不，我替你喝，拿饭，喝点水。我替他喝。
哎呀，小天太贴心了。你俩在一起啦？王姨，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，是。哎，那不正好是应了那句话吗？叫做“患难见真情”。没通你少喝点。不过那正好，我之前不是预告咱们的那个藏式婚礼吗？正好看你俩这个虐狗的劲儿，赶紧把新月给嫁出去吧。我的直播有着落了，再直播预告一次。来虐下狗。Hello， 宝宝们，大家好，又见到夏夏啦。现在我们在吃晚饭，然后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就是我们的男女主角藏式婚礼将要如期举行哦。夏夏超级期待，你们有没有很期待？好多留言，看看。祝幸福美满。哎，不对不对，有网友说了，是不是快了点儿？这个快个屁！我不同意啊，小天儿，我作为丽丽的娘家人，我可不同意。你这连求婚都没有，怎么就直接结婚了啊？请问娘家人，你们知不知道，我刚认识丽丽的时候就已经朝她求过婚了？不会吧？发生了什么？从来没跟人说过吧？但是那次不算啊，是缺少个仪式。我现在就来。别喝了，喝多少了？哎，你先把那个直播给我关上。对，先关了吧。哎，大家，我现在有点事情，我们一会儿再见啊。别闹了。心月，我现在身上没有鲜花，没有戒指，身边也没有小提琴手，但是我要正式向你求婚。你知道我前两天这个人，我其实是一个悲观主义者，我凡事我都容易想到最坏结果，所以有时候你们会觉得我嘴很贱，是吧？我觉得即使我们在一起之后，以后的路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。但同时，我也有我的理想。我小的时候，我就跟我自己说，我这辈子只想结一次婚，只想办一次婚礼。我想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女人，自己爱的人。我想牵着她的手，我要跟她一起。我想跟她一直慢慢的走下去，让她分享我所有的喜悦，让我来分担她所有的痛苦、所有的失望、所有的不快乐。心月，嫁给我。心月，你还犹豫什么呀？我愿意。多了吧？没有，一点没喝，都可清醒了。好，快进。不要，我再多抱会儿。喂着。听我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喝酒啊！就喝啊！你快站起来！不要，让我们喝交给了。哎呦，说了，要不然人活了。噗噗噗！哎。
爸爸妈妈，我要举行婚礼了。虽然只是房车直播中的一个节目，但我觉得那就是我真正的婚礼。你们在天上也会看到他吧？也会觉得他是个很棒的小伙子吧？让女儿嫁给他，一定会很幸福。慢点儿。阿飞，终于到了！啊，终于到山顶了。那咱们能看到日出吗？今天的天气不错，我觉得太阳马上就要出来了。你觉得可以？咱们一路上遇到那么多倒霉的事儿，我觉得今天应该人品爆发了吧？啊！来，我把那个直播打开，大家打个招呼。嗨 ，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！现在我们5个人到了山顶，准备看日出。然后现在天还没有亮，和我们一起期待吧。怎么了？哎，又装缺呀！哎呦，进去！你们快看，太阳出来了！老子啊，是不是应该来点励志的呀？好，励志一下，来，喊一下啊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让我们边走边爱。一大早你吵什么呢？今天可是 big day 啊，当然要早点起床啦。你弄这些衣服什么意思啊？
这都是我跟芳芳姐和周马阿妈寄来的。婚礼的时候，除了新娘和新郎要穿起来，我们所有人也要打扮，怎么样？那哪个是新郎的呀？对啊，我的呢？这个是金小天的，那我喜欢这个。这个是新月的，这个超美的，我跟你说，这个配这个红色裙子超好看。这个真的好像新娘子的感觉。对，这个特别美，我也想穿这件。我还没穿过。夏夏没给我准备啊？这是我楚哥哥的。我看看，可以，有创意。这个是这个也好。小天哥哥，来，小天哥哥，我觉得你要不再考虑一下？考虑什么？考虑一下，跟我完成这个任务。哎呀，反正就是一次直播嘛，又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就当圆我这个心愿，我肯定会圆满完成的。哎，实在不行，我们分上下半场，新月姐姐，你上半场，我下半场，然后这样我们2个新娘子嫁给同一个新郎，我觉得这样点击率更高。不行，我剩下的直播节目一向很有节操的，你不要搞事情啊！哎，缇娜，你别闹了啊！这个节目的宣传早就做出去了，节目形式不能随意更改，会影响我们的关注度的。开了，你不要这么严肃。缇娜小朋友在说着玩呢，没什么不可以的。我没说着玩。哎，好了，我帮你找件衣服。哎，行了，你们几个女孩慢慢挑衣服啊。小天，咱们去天台吹吹风。哎，我怎么还没遇见我回来歇会儿啊。来，帮你打扮起来，算没问题。那算什么？给你穿这个上衣，这给我呗，再把这个没人要了。裙子。叫我干嘛？坐呗。你穿这身还挺适合的。你说真的假的？小天儿啊，祝贺你。啊，哎，我也就是想着为我们这个节目增加点这个流量。我是认真的，祝贺你跟丽丽走到一块儿。我也要感谢你，啊，首先是因为你楚总能看得上我，把我提拔到这么好的一个团队里来，啊，给了我那么一次浪漫的旅行的机会，啊，行了，别说这些客套话了。来一个。啊。说实话，你刚到我们这个团队的时候，我不是很喜欢你。我总觉得你这人吧，吊儿郎当的，一天到晚也不干什么正事儿。别介意啊。不介意，事实就是如此。但是后来，你确实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。你是个好人。丽丽是一个特别率真、遇事冷静、很善良的女孩。我刚见到她第一面的时候，我就喜欢她了，而且她是一个孤儿，特别没有安全感。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是最合适她的人。所以我一直在想，要是以后我能跟她在一起，我一定会用尽我的全力呵护她，保护她。但是自从你出现之后，我觉得我的想法错了。条件的匹配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你要带给她快乐，带给她发自肺腑的快乐。恭喜你，你做到了。我希望你们永远在一起，真的。朱总，我很谢谢你今天跟我说这番话。谢谢。哎，以后对他好点啊！你要是对他不好，我可饶不了你啊！明白。
小时后到陶然居酒楼。嗯。辉哥，谢子哥。哎，就等你吧。上桌吧。啊，一来就吃饭。先吃饭，吃完再说。来，开动吧。啊，辉哥请。咱们跟马老板的生意谈成了，晚些时候交易。接下来兄弟们又要辛苦了，所以今天一来是犒劳一下大家，二来也说说后边的安排。辉哥，你想怎么安排？一会儿吃完饭就把给马老板的货备好，还有马老板是大人物，这笔生意也不小，咱们得准备点像样的见面礼儿啊。小天儿，你去办吧。交给我吧。这钱你先拿着，不够再管我要。重点是要让马老板有面子。你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哎，吃完饭再去啊？我早点去，怕耽误事儿。好吗？哎，等一下，你上次玩的那个手机游戏不错，借我玩玩呗。喂，老爹，家里人都还好吗？安全，说话。哎，你现在可以啊，真是宝刀未老。人家大灰狼对你特别放心，而且还让我出来给你买好烟好酒。他跟我说了，说2天以后再交易。我正在准备。小天儿，到时候你要格外小心啊。尽量让自己呢避开交火的范围，防止意外受伤。啊，行了，我知道。哎，对了，你说我买点什么东西好呢？你最近缺点什么呀？买什么买？辉哥给你的钱都是赃款，买来的东西它也是赃物啊，你都得上交的。不是，我说用我自己钱帮你买，等你抓到大灰狼以后，不得好好帮你庆祝庆祝？臭小子，谢谢了。有这钱留着自己花多好啊，花在我身上浪费。
行吧，我看着办吧。注意安全。过来给我们拍个合影，大家都换好了。季老天去哪儿了？穿好了，来来。哎，别管他，别管他，他刚才好像他出去接电话去了。咱们先拍，咱们先拍。一会儿，大家好。3、2、1 ，OK， 完美。啊，四哥啊，小天回来了，买回来了。红酒、茶叶，挺好。这你拿着吧。谢谢辉哥。哎，抓紧时间吃2口饭，饿半天了。好。哎，对了，刚才那个李新月呀，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，你们现在怎么样了？你别管他了，他找我肯定又是为了直播的事情。哦，对了，我打听到他把话已经放到央金老太太那儿了，其余的我就套不出来了。这小姑娘嘴太严，平时说话滴水不漏的。那老太太也挺难缠的，不过李新月能想到把画交给她保管，也不是省油灯啊。哎，你要真跟李新月结婚了，会怎么样？嗨，我那都是逢场作戏。辉哥，等你拿到画以后，我就正式跟定你了。到时候我吃香的喝辣的，还怕没牛跑？有觉悟。不过那画儿不是我要的，是欧阳先生要的。哦，对，是欧阳先生要的。大家散了。辉哥，这就走啊？我们还没拿货呢。辉哥，什么货呀？取完了。什么时候取的？就在你刚刚出去的时候。喂，老弟，我下班了。哟，听上去有情绪啊。我任务失败了，他故意把我支开，然后自己去取货了。我现在根本就没有办法接近仓库。很正常。如果他们这么快就对你放下戒备，那就不是胡指挥了。这个状况也在我们的预料之中。有什么提醒？提醒你又能怎么样呢？啊！我现在不信任你，你做的越多，越怀疑你。但不过不知道更安全。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分分钟想把他铐起来。文都清，只要交易的时候抓他个人赃并获，后边都好说。好的。我是不是很没用？大天儿，你是个好苗子。这次任务呢，你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我没有挑错你。谢谢你能那么说。就喜欢听表扬啊！快回去吧，你不是还要准备婚礼的事吗？是啊。那好，跟我先挂。
你去哪儿了？我找了你一天。啊，我不是想着昨天晚上太草率了吗？连束花都没有。今天就买了一束百合，想送给你。我花再漂亮也不能不接电话呀。那不得用心挑吗？挑要花时间的。挑花用得了一天的时间吗？那我不是想着给自己未婚妻挑花，那得多花点心思啊。那你也不能让我一天都找不到你啊，打电话也不接，你说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？是我不对。我主要，我今天下午一个人在外面想了很久，就在想我们明天结婚的事情。你怎么看？我问你为什么不接电话，你跟我打岔是不是？结婚，我挺紧张的。觉得真的像做梦一样。我知道我昨天晚上喝了很多酒，但是我说的每一句话，我都清楚的记得。我跟你说过，我这辈子只结一次婚，所以明天的婚礼对我来说不是什么直播，也不是什么秀，就真的是我这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次婚。唯一的一次。你知道吗？我从来都没想过会跟你走到今天。那现在我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你了，从此以后，我们俩就不能再有隐瞒。最重要的是，你不可以让我再找不到你了。我会很着急的，知道吗？要答应我。你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。肯定会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就永远都是我的不是。现在苏哲就想做一件事情。做什么？这位是？我是她的男朋友和未婚夫。丽丽，我喜欢你。楚晨汉，你金小天，对不起，我要跟你公平竞争。等一下，丽丽，答应我，接受我。不好意思，凯文，别说。心愿，嫁给我。我愿意。
主播哥，你干嘛？准备睡觉呢。是吗？你干嘛呢？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没睡？都几点了？赶紧睡觉吧。睡觉睡觉。真好看。等你结婚的时候，给你打扮得更漂亮，好不好？我结婚的时候，那到时候你和小天的孩子来给我当花童吧。刚结婚就有孩子了，早晚的事儿嘛。哎呀，我在想，要是楚总愿意的话，咱们4个人直播一场双人婚礼该多好呀！这次呢太仓促了，等下次一定给你好好的办一场。你说的。来，你给我拍张照片，发给新郎官看看。好嘞。我跟你说啊，这马是一会儿你迎亲骑个马，你得跟他多交流交流，要不然他会把你摔在地上啊。来，你拿着这个，来。不是，我想问你一下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觉得我是不是不太适合穿这个壮族的婚服啊？多适合啊！你穿着，你看多像那个泥巴王子，是吗？啊，王子范儿，所以你有点信心啊。放心吧。OK。啊，这个弄一下。这个花儿是不是应该把它放在这儿？放花也可以。太美了，老婆，太美了。好，再往里挪一点，再往里挪点啊！对对对，往里挪一点。好，就这样。哎，小天，你去干嘛？上厕所。快点回来。喂，辉哥。怎么这么久才接呀？啊，没有，我刚才上厕所呢，没听见。1个小时之内赶到货运仓库工厂，我在那儿等你。什么事啊？见马老板。
遇见对的爱人有多不易，靠近时光才换了。